碌到我，你起運啦！2025年下半年，你決定咗要心想事成。6月起呢係全新嘅能量，真實、愛同自由嘅能量。我哋要對自己坦誠，好誠實咁面對自己，面對他人，好勇敢咁表達自己嘅想法。因為呢個係最簡單而係最真實嘅魔法，亦都好需要我哋面對自己嘅勇氣。真實嘅頻率呢，已經喺科學上面證實咗係最強大嘅頻率啦。物理學上面有一個實驗叫做 Spine 情感尺度，研究人員測量咗25000人嘅頻率，發現最強大嘅頻率係真實嘅頻率，唔係快樂嘅頻率。真實係全然接納自己光同暗面嘅結果。當我哋未能夠完全接納全部嘅自己，經歷裏面嘅負面情緒同創傷會滯留喺我哋嘅身體、肌肉同埋神經裏面。我哋嘅脈輪裝滿咗積水之後，就會裝喺我哋嘅身體裏面。當呢個情況出現嘅時候，神經系統就會停留喺對抗同逃避嘅行為模式裏面。只有肯定同完整咁接納自己，重新選擇同埋塑造自己，我哋就可以斷捨離一啲唔再需要嘅人事物、想法同行為模式，留低真正同我哋同頻嘅，俾力量我哋嘅，協助我哋向前行嘅，開始同我哋所想嘅事物達至同頻共振，互相吸引。Universe only gives you who you are。宇宙只係俾你本來就係嘅嘢，當你認為自己值得，你就會變成豐盛嘅磁石，顯化一切嘅所思所想。呢個就係心想事成。即刻 share 呢條片俾想心想事成嘅朋友。